好啦，八法五步咧係一套咧原地嘅進行嘅太極拳喎，居家或者辦公室都比較方便練習嘅。咁大家咧可以一齊練習一下啦。好，由我哋嘅中線移重心沉落去，開步，弧形嘅去到中間沉落去，借地下嘅力起。好，肩走腕，一路到胯膝腳腕。我哋講嘅九珠連環，就係話啲氣呢要經過啲關節通喎。好，重心中線，按推發力嘅時候可以借地下起腳快於腰，形於手。裂爪，我爪係靠呢度咧係幾個掤捋擠按採嚟走靠嘅方法，係手嘅方法。打拳需要上下相隨。所以咧，所有無論你係原地嘅定係走步，都係要起腳發於腰，先至形於手。向左移步。踩好，係當我哋轉身嘅時候，個身體都係上下中正嘅。打開合胯，切步，留意坐穩咗先至好切步。冇起伏嘅，我哋平移向前。向左邊，扣左腳，十字手，收式。成套呢就係咪好容易呢？唔係好難嘅啫。同埋咧，大家都好耐冇一齊咧喺競賽咯喎，係咪啊？咁7月1號咧，我哋預備咗一個活動，咁就係一個慈善杯，咁啊幫助一啲青少年咧係可以咧多啲去接觸呢一個武術運動啦，武術進校園啦，同埋咧係多啲嘅退役運動員可以參與我哋嘅教練嘅行列嘅喎。咁7月1號我哋喺數碼港見啦！